妍希，你们来了。母亲向来雍容，怎变得如此落魄？冉冉，快把咱们带来的东西给母亲。啊！这是婆母，这是我们精心为您准备的白绫，来送您上路的。你们，冉冉，是我收留了你，是我把侯府的管家权交给你，我甚至为了你赶走了我的儿媳，你居然想害我！是你愚蠢，真以为江月薇与人私通？我实话告诉你吧，她是被我下了药，才被捉奸在床。原来是被你陷害的。妍希，你救救我！你可是我的亲生儿子。母亲，自到临头你还如此天真，神符已经落魄了，你已经没用了，还是乖乖去死吧！妍希，你是我的亲生儿子。亲生儿子，事到如今，我还是告诉你个秘密吧。早在你产子那日，侯爷便将您的亲生儿子换成了外室之子。什么？我竟将外室的儿子看得如真似宝，苦心养育数年，还扶他登上世子之位。快别废话了！听说江月薇这女人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在她落魄后还一直跟着照顾她，在她回来之前，咱们还是把她早早弄死了事。快点吧！我这是重生了。夫人不好了，不好了！怎么回事？少爷把夏小姐带回来了，少夫人就跟少爷吵起来了。我竟然重生到收留夏冉冉的当日，老天有眼，竟让我重活一世。带我过去。夫君，你这是何意？别叫我夫君，我对你没有半分感情。冉冉才是我心叶之人，成婚3年，我丝毫没有碰你，便是在为冉冉守身。你一个番邦孤女，粗鄙不堪，大字不识一个。若非机缘巧合下救了摄政王，如何能嫁进我侯府，成为世子妃？你既知你我二人是由摄政王赐婚，怎可说休妻便休妻？摄政王是我母亲义兄，只要我求救母亲，他自会为我做主。更何况冉冉是母亲手帕交的女儿，若非家门生变，哪里轮得到你进门？若母亲得知冉冉回来，一定会支持我休了你，迎娶冉冉进门。上一世我可怜夏冉冉无依无靠，将她收留在侯府，谁知她心肠歹毒，恩将仇报，在我寿宴上设计月薇与人通奸，害我一气之下将月薇逐出侯府，还差点跟义兄翻脸。这一世我绝不会再让他得逞。
大庭广众之下，你们在闹什么？母亲，您来的正好，儿子把冉冉找回来了，正要带他过去给您请安呢。都怪江月薇这个蠢妇，懒在这里不依不饶。婆母息怒，是儿媳不好，让您清静了。像她这般不懂规矩的蠢妇，一而再再而三惹母亲生气，就应该家法伺候，让她好好长长记性。好孩子，快起来！好孩子，快起来！母亲，您该关心的难道不是冉冉吗？跪下！她风餐露宿，好不容易才回到京城，你怎么能为了一个外人伤了她的心？放肆！谁是外人？母亲，你居然为了这个蠢妇打我！月薇是我侯府8抬大轿娶进门的世子妃，而她夏冉冉才是外人。你若再不清醒，我便打到你清醒。都是我不好。冉冉，冉冉，母亲，你如此狠心，要是传出去，旁人定要说您不仁不义了。我不仁不义，上一世我悉心教导，送你上青云，你却丝毫不念养育之恩，趁我病要我命，你才是那个狼心狗肺、吃里扒外的白眼狼。等父亲从江陵回来，我一定找他好好给我们评评理。对，我差点忘了，还有那个狼心狗肺的顾淮南，他如今在外公干，我不能打草惊蛇，要想办法将他们一网打尽。快闭嘴吧！众目睽睽之下，此事若传出去，你还如何参加科举？啊，母亲是在替我着想，我都听您的。都听我的啊！来人，世子出言不逊，即刻杖责20大板，关进祠堂思过。母亲，嘘，母亲，母亲。婆母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是不是旧疾又犯了？我去找人给您熬药。是不是旧疾又犯了？我去找人给您熬药。夫人。夫人，汤药来了，您快趁热喝吧。这是侯爷上次找的那位神医的方子，听说可灵验了。你们都出去吧。是。上一世我便是感染风寒之后一病不起，却从未怀疑过这汤药有问题。素锦，把我的银针取来。夫人怀疑这药有问题。真有毒！素琴她是顾淮南的人。侯爷，难怪小小风寒，险些要了我的性命。顾淮南啊，顾淮南，你竟一早就对我起了杀心。郎情如流水，一亲不回头。顾淮南，你既然无情，就休怪我无义了。哼！
素锦，有2件事，你秘密去办。夫人您说。第一，派人盯着夏冉冉一举一动。是。第二，找到当年为我接生的稳婆。这什么破地方？算了，大气要紧。江月薇，你等着瞧，不出3日，我便要将你扫地出门。冉冉，你怎么来了？元熙哥哥，你受苦了，冉冉是来跟你告别的。告别？冉冉，你要走？为什么？元熙哥哥，冉冉来京城就是为了见你一面，再待下去，时空惹得夫人和世子妃不喜，我还是趁早离开的好。母亲怎么会不喜欢你呢？她只是担心那个江玉薇在外面乱说话，败坏你我的名声，这样才安抚住她的。真的吗？自然。那个蠢妇不仅害得我挨了板子，还害你受了这样的委屈，我这就把她叫过来，替你出口气。来人，去把少夫人叫来，就说我有话要问她。回世子，刚才给夫人送药的时候，见少夫人被夫人叫去了。哼，我就知道，母亲一定是把她单独叫回去训斥了。母亲还是疼我，站在我们这边的。嬷嬷，我错了，不会听话的，我再也不管夫君纳妾了。他想纳几个就纳几个，只要你不赶我走。还是那么怂包。纳什么妾？他敢纳1个，我就给你找上10个8个，看谁睡得过谁。完了，婆母更生气了，又开始胡言乱语了。没出息！我让你睁眼，起身。月薇，你可知我手中的汤药是什么药？儿媳不知。这汤药与寻常的药并无异，但却能杀人于无形。只需按日服用，不出3月，定会重病暴毙。完了，婆母要用这药毒死我了。可这药是侯爷亲自吩咐熬制，日日送与我服用的。啊！婆母与公爹伉俪情深，是全京城的表率。当年公爹为求娶婆母，更是发誓此生绝不纳妾。顾淮南不过是图我将军府的显赫战功，又垂涎我母亲为我攒下的丰厚嫁妆。若非如此，他如何从一介次子荣登世子之位，承袭侯府爵位？这……婆母，那现在怎么办？难道您要和公爹和离吗？我沈妙真只有丧夫，没有和离。那我可以替你杀了公爹。你说什么？我会一点蛊毒之术，比下药见效更快，不用脏了你的手。若是官邸来查，您把我交出去就行。我保证不会出卖你的。婆母，我回来了。婆母，你我非亲非故，你为我付出这么多，值得吗？值得，因为以后再遇到这种人，来告诉我，不要再让他们欺负你，知道吗？若不是你好心施咒，我根本活不到现在。不过是一饭之恩，尚且让你豁出一切。可有些人锦衣玉食，依旧是养不熟的白眼狼。
月薇，你先回房休息吧。是。那婆母，我的提议，你好好考虑一下呀。夫人，如你所料，夏小姐那边有行动了。夫人，信在这儿。好一个夏冉冉，竟然冒充我的刺姬，假传我病重的消息，诓骗义兄回京。摄政王若擅离职守，私自回京是会被圣上杀头的呀！上一世，义兄担忧我才连夜回京，被圣上误以为是不听军令，密谋造反，下令诛杀，死不瞑目。真没想到，我教夏冉冉读书认字，他居然冒充我的自己，干出这种猪口不如的事情。我倒要看看，究竟是谁在假借夏冉冉之手，要灭我整个定国将军府。去拿纸与墨了。是。你将这封信秘密交予摄政王，要快。是。上一世，义兄蒙冤受死不能瞑目，这一世，我一定要揪出幕后主使，护他周全。母亲也真是的，做样子罢了，竟然真的让我在侯府跪了3日。你们是谁？站住！竟敢在府中撒野！世子息怒，夫人寿辰在即，这些都是摄政王为夫人挑选的私兵，守宅用的。好大的排场啊！既然摄政王为母亲派来的私兵，想必摄政王已经知道我与冉冉的事了。回世子，摄政王并未提及此事。不过夫人说了，夏小姐可以进门。什么？我就说母亲最疼我了，一定会答应我们的。想必母亲已经告诉摄政王此事了，只要摄政王不追究此事，我现在就休了江月薇。太好了，我马上就是侯府的世子妃了。我们现在就去跟母亲议婚。夫人，摄政王派来的私兵都安排好了，夏小姐那边我也将夫人的意思带到了。好，夫人，您明知夏小姐居心叵测，为何还让她进门？放心，我自有我的打算。若只是简单让她走，岂不是太便宜她？上一世，我虽然不喜岳薇，但仍旧没同意夏冉冉进门。她便在我寿宴之时，设计岳薇与人私通，当众揭破丑事，让我气急之下将其赶出家门。如今我要让她尝尝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滋味。把世子妃叫过来，我有话跟她说。是。皇母，您找我？您同意了？我跟你说，昨天晚上回去，我精心挑选了好多蛊虫，个个都剧毒无比，保证一用就能毒发攻心。错，我有打算，不用你操心。是。江月薇，你还好意思坐在这儿？夫君，你这话是何意？摄政王已经知道我与冉冉的事，不仅没有反对，并且还派私兵为母亲撑腰，现在就要休了你。这不可能，婆母她反正不可能休了我。你又算是个什么东西？母亲又怎么会为了你无视我对冉冉的心意？姐姐，元气哥哥不喜欢你，你还是识相一点，早日把世子妃之位让出来，免得后果更严重。为何要让出世子妃之位？母亲，您不是说要我娶冉冉过门吗？娶？她也配？一个罪臣之女，就算进我侯府，也是为妾。一个罪臣之女，就算进我侯府，也是为妾。为妾？怎么，你不愿意？元熙哥哥，我立过誓，此生绝不为妾。母亲，怎么会纳冉冉为妾呢？这也太委屈冉冉了。
袁熙，再有1个月你就要参加科考，就不怕因为这个罪臣之女影响了你的仕途？冉冉，母亲说的有道理。袁熙哥哥，可是人家……你放心，我心里只有你，这只是权宜之计罢了。那好吧，既如此，那你今日便过门。纳妾之事你不用管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不得踏出院子一步。是，都听婆母的。岳微看着天真，但真闹起来，恐怕计划无法顺利进行。臭死了！进门如此仓促草率，还把我的院子安排在马厩旁边，真是的。来人呐，我饿了。这清汤寡水的，是人吃的吗？就这些，爱吃不吃。你不过就是个姨娘，还真把自己当主子了。袁熙哥哥，你看看，他们让我住在马厩旁边，连吃食都如此的敷衍。冉冉，你受苦了。母亲常说，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。想必这是在考验你，江月薇那个贱人，此刻已经被母亲禁足了，还不知在哪里被搓磨。可你且再忍耐几日，待我登科之后，母亲自会休了江月薇，让你做世子妃。你们不要过来啊！婆母，救命啊！慌什么？婆母不是答应过你，顾元熙若是敢纳妾，婆母就给你找上10个8个。婆母，我以为您说笑呢，谁知道您真找了10个8个呀？放心，他们个个都身强体健，琴棋书画、骑射剑术各有所长。从今日起，他们都留在你院中伺候。啊！可我也消受不起这么多呀！嚯，拿出你们的真本事来！唉，不愧是你没出息的怂包。冉冉，明天便是母亲寿辰，你去挑拣贺礼，我们一同送给母亲。真的啊？掌柜的，把你们店里最贵的都给我拿出来。哎，师弟，您看，这些全是我们店最好的首饰，宫里面的娘娘都说好。冉冉，你去挑一件吧。嗯。袁熙哥哥，都很漂亮，冉冉挑不出来呢。掌柜的，全都给我包起来，记我账上。哎呀，世子爷，你有所不知，刚才您府上来人说，从今日起不让我们给您赊账。岂有此理！袁熙哥哥，要不算了吧？我一个堂堂侯府世子，这简直就是奇耻大辱。母亲对我慷慨，从未在银钱花销上亏待过我，这就回去问问母亲，到底是怎么回事。哼！要仔细着些。母亲，为何京中所有的掌铺都不愿意赊账给我了？你来的正宜，我有事找你。难道是侯府入不敷出了？我就说母亲嫁妆那么丰厚，还不拿来补贴家用，害我今天丢了颜面。我补贴的还少吗？这些年我嫁妆散尽，辛苦持家，反被你们吃干抹净，扫地出门。是时候让你们都还回来了。今日我身体欠佳，不宜操劳，我正要寻一人来替我执掌中困。母亲，你要交出侯府的掌家权？正是。母亲，冉冉从小跟着您学习，是最适合的掌家人选。我心中已有人选。明日寿宴上，我会当着所有人的面，将掌家的金符交给他。母亲英明。操持了一天，我乏了。
元熙哥哥，今天婆母语焉不详，毕竟姐姐才是世子妃，夫人会不会把金符交给她呀？江月薇那个蠢妇出身南诏，大字不识一个，连账本都看不懂，母亲怎么可能把金符交给她？可放心吧，母亲选择在寿身上交出金符，肯定是为了让那个蠢妇好看，让她知难而退。母亲一定会把掌家权交给你的。没错，沈妙真教我写字，教我算账，我可是她最得意的学生。况且她要交出掌家权，为何早不给晚不给，偏偏在我来之后才给？不过取，他也配？以防万一，我得想个法子，让江月薇彻底没有一争之力。只是母亲明日的生辰贺礼还没有着落。元熙哥哥，别着急，母亲给我留了一块传家玉佩，我愿将这玉佩送给婆母。这玉佩哪里比得上侯府的荣华富贵？婆母真好看。婆母，你为何对我这么好？明日你就带着这玉镯，穿着这身新衣裳来参加寿宴，我会亲自把管家的金符交到你手里。给我？有我在，你不必担心。婆母，你为何对我这么好？你都愿意替我犯大不为之事，我这点好又算得了什么？你不必惶恐，更不必推辞。上一世我重病缠身之时，我有你日夜不离的守着我。这一世，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，你才是我沈妙真唯一认可的儿媳妇。听闻世子与世子妃不和睦，这世子早在婚前就有一个心上人，想必就是这位夏小姐吧？区区番邦孤女，如何配得上侯府的门楣？那是，和夏小姐比起来，这江月薇简直难登大雅之堂。这沈夫人怎么可能把管家权交给她了？谁说不是呢？等我拿到管家权，就立刻把江月薇赶出去。江月薇呢？那个蠢货现在应该也到了吧？世子妃？谁准你来的？我是来给婆母贺寿的。奇怪，婆母怎么还未到？丫鬟跟我说，她在这里等我的。小姐，不，夫人还是那么美，一点都看不出岁月的痕迹。你也是啊，还是那么年轻，别总打扮这么老气。对了，月薇呢？世子妃，她不是早前已经出发了吗？夫人您不知道？不在，估计又是那个夏冉冉。你去，直接将兵士都叫过来。是。上不得台面的东西，只会搞些下作伎俩。江月薇，你好大的胆子！母亲让你禁足，还敢出现在这里？是婆母要我来的。姐姐，这种谎话你也说得出口，就不怕夫人问责吗？你手上这戴的是什么？这是婆母送给我的，这镯子可是当今太后赏赐给夫人的，是夫人的心爱之物，怎么会随随便便的送给你？江月薇，你撒谎也要有个底线。这真的是婆母送给我的。江月薇，今日来的全是贵客，少在这里装模作样，你给我滚！我是来给婆母贺寿的，想亲自把贺礼交给她。我为夫人准备了传世的玉佩，价值万两。姐姐，你为夫人准备了什么贺礼啊？哼，一个身无分文的番邦之女，能拿得出什么像样的贺礼？我倒要看看你拿什么跟我比。是蛊虫！江月薇，你敢给母亲下蛊？这是蛊虫？听说番邦一族最善用蛊，没想到这来历不明的世子妃居然也会此等邪术。你个毒妇！我这就禀明母亲，定要将你休了，逐出家门！不是的，你们都误会了。还敢狡辩？这不是蛊虫是什么？这是药材，这是我们南诏国最珍贵的药虫，
你胡说！我熟读医书，从未听闻过这样的药材。是啊，这么可怕的虫子怎么可能做药材啊？江月薇，母亲马上就来了，我劝你还是赶紧认罪，不然休怪我对你不客气。这真的是药材，你们若不信，我证明给你们看。哎呀，不小心踩到了。这哪是还在骗人？江月薇，这虫子死了，我看你还怎么下蛊？这真的是药虫，这不是蛊虫，这是吃了可以延年益寿的药虫。你吃给我们看。对，吃！现在就给我吃！给我吃了它！吃！住手！给我放开他！月薇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婆母，我为你准备的。夫人，这是我为您准备的寿礼，祝您春晖永驻，福寿康宁。母亲，冉冉为您带来了价值连城的宝物，不像某些人包藏祸心。母亲，江有为不仅忤逆您，私自来寿宴，而且还偷走了您的玉镯。是啊，夫人，这镯子可是您的心爱之物，他居然大言不惭，说是您送的。江月为谎话连篇，心思歹毒。他觉得您把管家权交给了冉冉，他就想利用蛊虫来控制你。婆母，我没有。江月为，蛊虫在此，人证俱在，还敢狡辩？姐姐，你想要管家权，大可以跟婆母商议，何必要用这么阴狠的手段，置夫人于死地啊？婆母，我真的没有，这不是蛊虫，是药虫。这要是药虫，你自己怎么不吃？这药虫需碾磨成粉，另加良方，方可入药。够了！母亲生平最讨厌你这种心思歹毒的人，迟早你会被赶出侯府的。谁说我要将月薇赶出府了？母亲，像江月薇这种人，你留着她只会是祸患。是啊，江月薇胆大包天，居然想用蛊虫操纵你，简直其心可诛！荒谬！月薇不需要用蛊虫来操纵我。婆母这话是何意？因为她说的都是对的。什么？这玉镯是我送给月薇，让她今日佩戴前来寿宴。母亲，你为什么要送给江月薇？这应该送给冉冉的。她，一个罪臣之女，她不配出现在我的寿宴。母亲，你怎么能这样说冉冉？顾元熙，你当着众宾客的面，让一个罪臣之女对世子妃指手画脚，你还有没有规矩？母亲，还有一件事，我要正式宣布，这是我府中掌管钟馗的金符，从今日起便交由月薇管理。母亲，您是不是说错了？这枚金符不是应该给冉冉的吗？我说的没错，从今日起，侯府便由世子妃江月薇执掌钟馗。母亲，你糊涂！像她这种蠢妇，大字不识一个，看得懂账本，算得钱开支吗？婆母，我确实从未做过此事，也不会看账本。月薇不怕，你不会，我手把手教你。母亲，你若一意孤行，只怕整个侯府都会沦为众人的笑柄。我心意已决，你休要多言。来人呐，给我把这个罪臣之女带下去。不用，我自己走。婆母，这真的不是蛊虫，是药虫。若您不信，我碾磨成粉，吃给您看。哎，月薇，我相信你。婆母，药煎好了，
您快趁热喝吧。你上哪讨了这药方？这几日咳嗽好了不少。这个是有延年益寿功效的药虫，我将它碾磨成粉，放进了汤药里。药虫？婆母您放心，这个药虫没有毒的，我发誓。不信，我喝给您看。若非是岳微的药虫，我压根儿活不了那么多时日。你送我的生辰礼物，我很喜欢。元熙哥哥，夫人怎么能将我从寿宴上赶出来，还把管家权交给那个贱人？母亲向来治家严谨，定不会让一个连账本都看不懂的蠢货管家。此举定然是母亲为了拿捏他的错处，好光明正大休了他。又说这种蠢话，我真是听够了，脑子里全是浆糊的东西。幸好我也留了后手。酒里我加了好东西，江月薇，你守活寡多年，我这就安排个奴才给你开开荤，只要让他在寿宴上身败名裂，再无翻身之日，世子妃之位还不是我的囊中之物。对啊，来喝吧。夫人，侯爷为您的寿宴特地星夜迟赴赶回来了，正在沐浴更衣，说是晚些时候再过来。知道了，下去吧。上一世，岳微便是在今日被捉奸，百口莫辩，名节尽失。江月薇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在母亲的寿宴上做出此等丑事！没有，我没有，我真的没有。捉奸拿双，证据确凿，你还有什么好狡辩的？婆母，我是被人陷害的，我真的没有偷人，你相信我，我真的没有。陷害？谁敢陷害你？姐姐，你虽不受元熙哥哥的宠爱，却也是侯府的世子妃，怎么能为了自己的一时快活，让整个侯府受人耻笑？婆母，我没有，我真的没有，你相信我，我没有，我真的没有，你相信我。来人，把他给我拖出去！从今往后，不许在他家侯府漫步。你相信我，婆母，你相信我。来人，把他给我剁碎了，拖出去喂狗！夫人饶命啊！夫人饶命啊！上一世我被夏冉冉蒙蔽，误会岳微，还将他扫地出门。这一次我会让他们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捉奸拿双。他弟是你绣的必是精致，真精致啊！王家公主的日子，你还很难住心事。改天一定要跟我们拜访，去好好赏识。对啊，这个也还不错。来，请。婆母，夫君，我有点头晕，想去花园透透气。哼，没有用的东西！若是冉冉在这里，肯定游刃有余。世子妃，我扶您出去。
江月为，今晚我便叫你在众目睽睽之下丑态尽出，声名狼藉。夫人，已经安排好了。夫人，世子，不好了！我方才看见世子妃和一个男人拉拉扯扯进了祠堂。什么？这不守妇道的女人，快带我去！今天可是夫人的寿宴，你就这么的迫不及待啊？看来这世子妃确实与人私通，这偷人都偷到自家祠堂了。这个贱人，杀了你们这对奸夫淫妇！父亲，还是一般不长的样。父亲，冉冉，怎么会是你们？谁让你们进来的？都给我出去！父亲，你明知冉冉是我的心上人，怎么可以？我明明给江月温下的药，出现在这里的应该是他呀，怎么会变成我呢？还有，侯爷怎么在这？元熙哥哥，我没有。元熙哥哥，你一定要相信我，我也不知道。眼见为实，你叫我怎么相信你？这不是世子妃啊！原来偷情的不是世子妃啊！我方才好像看到是侯爷和另外一个女子。啊！侯爷不是对夫人情深不移吗？竟然在夫人寿宴上跟别的女人搞在一起，未免也太急色了吧！都给我滚！这发生什么事了？蠢妇，刚才你去哪里了？我在花园醒酒，方才听闻祠堂有事，才匆匆赶来。你夫君别气，小心气坏了身子。公爹和夏小姐的事儿还得从长计议。你又算是个什么东西，也敢智慧此事？我如今暂代母亲管家，这点力还是要出的。我明白了，都是你怕我抢了元熙哥哥，故意给我下药毁我清白。元熙哥哥，我对你的心意苍天可见，我怎么可能主动委身给别人？都是他，都是这个贱货害我。我，元熙哥哥，元熙哥哥，你要为我做主啊！夏小姐，我一直在前厅周旋，哪有时间陷害你？你若心怀不轨，何须自己动手？夏小姐可有证据？一定是你在我的尸室里下了药，令我失去了理智，害我失去了名节。真的是你做的？夏小姐的吃食从未经过我手，与我何干？现在金符在你手上，全府上下都听你的，给我下药还不是你一句话的事儿。元熙哥哥，我从未想过与姐姐争抢，没想到姐姐竟如此待我，害我失去了名节。我还不如去死！江月薇，亲给你管家权，不是让你挟私报复的。我没有给夏小姐下药啊！冉冉一个官家贵女，品行贞洁，一定是你使了卑劣的手段。亲此前最恨此等败坏门风之事，我劝你最好在母亲赶来之前赶紧招认，不然谁都保不了你。够了，吵得我头疼，还嫌这场面不够乱是吧？当着众人的面，为了一个女人吵闹不休，冉熙，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。父亲，我侯爷，我有人证。既然你不愿承认，我便叫人来与你对质。苏浅，你进来。苏秦，问你究竟是看见了谁进了祠堂？回世子，是世子妃，是世子妃要陷害夏小姐，才让我去叫人的。还是你，江月薇，你这个毒妇！现在你还有什么话好说？来人，这个毒妇给我送官！
慢着！母亲，我看谁敢碰他！母亲，您来的正好。江玉薇这个贱人，害得冉冉失节，还让整个侯府蒙羞，简直罪不可赦。夫人，都是江月薇下药，将我绑到祠堂来，才会。夫人，我是冤枉的呀！母亲，您白日将管家权交给江月薇，晚上她便做出如此狠辣之举，简直就是忘恩负义，恩将仇报。国母，我没有，你还敢说你没有？若不是你设计我，为何姗姗来迟，还指使素卿给云溪哥哥来祠堂捉奸？果真如此。夫人的手帕落在房间里了，你去取来。是。这酒我先帮你端着。快去吧，别让客人等着急了。是。夫人，阿福已经被我们抓了，这酒如何处理？送去夏冉冉住处。是。侯爷每次回来都要先去祠堂跪拜祖先，等夏冉冉喝了酒，就把她送去祠堂吧。是。如此说来，你是被人谋害了？那侯爷又是为何？夏小姐是被人下了药，那老爷也是被人下了药。我马不停蹄地赶路回京，为夫人祝寿。夫人这是何意？难不成要连我一同问责吗？兰香在怀，试问哪个男人能把持得住？哼，顾淮南，你这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，我早就算到你经不住诱惑，必定会与夏冉冉有染。老爷，我怎么敢责怪您呢？老爷有喜欢的女子，大大方方抬进门便可，何必做出如此丑事，成为全京城的笑柄呢？不可，母亲，冉冉已经嫁给我了，怎可再许给父亲？原来这夏小姐早已许配给了世子爷呀！这侯府父子反目，竟然是为了同一个女人！哎呀，够了，还不请诸位出去！都怪你这个毒妇，不仅害了冉冉失节，还让整个侯府成为全京城的笑柄。母亲，你还在等什么？还不把那丈子武士大板赶出侯府？你说的没错，下药害人，自然是要处置的。江月薇，你的死期到了，武士大板下去，皮开肉绽，就算你有9条命也挨不住。婆母，我没有陷害夏小姐，更没有指使人给她下药，难不成是我自己给自己下药，毁自己的名节不成？我侯府堂堂勋爵世家，岂能藏污纳垢？查，给我严查！我倒要看看，究竟是谁胆敢行如此卑劣之事。老爷说的没错，必须要好好审问。若此事传扬出去，侯府就真成笑柄了。江月薇，你现在不承认也没有办法，今天我就要让你输得心服口服。来人呐，将阿福给我带上来。阿福怎么会在这里？他不是我安排给江月薇的奸夫吗？素琴、阿福，这是你2人的卖身契，从实招来。究竟是谁让你们下药？又是谁让你们栽赃诬陷的？再不说，我今晚就叫人牙子来，把你们卖到漠北矿上做苦役。夫人，我都说是夏小姐，是她在世子妃的酒里下了药，还让阿福去轻薄夏小姐，让我带着世子去捉奸。此话当真？千真万确，夫人，都是夏小姐谋划的，跟奴婢无关啊。苏姐，我与你无冤无仇，
这是夏小姐给我的荷包。这荷包确实是冉冉的贴身之物。夏冉冉，人证物证俱在，你有何话可说？难怪我的荷包不见了，原来是被你这个贱婢给偷走了。素琴为何要偷你的荷包陷害？一定是江月薇，她稀罕我抢走了元熙哥哥，要让我身败名裂，才指使素琴诬陷我。伯母，你要为我做主啊！既如此，那我便请药铺的老板过来，让他指认看看，究竟是谁买的这迷情药。冉冉，果真是你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不让江月薇身败名裂，我如何能取而代之，成为世子妃？我不是答应过你，一定会休了江月薇，为何还要铤而走险呢？那要等到何年何日？自我父亲获罪，全家流放，我以为我再也回不到这里。如今我好不容易回到元熙哥哥的身边，我不想再等了。都是我的错，若是我一早便将你娶过门，就不会有这回事。母亲，冉冉做这些事都是情非得已，你看在孩儿的面，饶过他，从轻发落。夏冉冉想要毁了月薇的名节，还想害她性命，如此阴狠毒辣，绝不能姑息。来人，将素琴和阿福拖下去，各打20大板，明日赶出府去。夫人，饶命啊！至于夏冉冉，便送去刑部衙门。母亲，不可！冉冉本就是戴罪之身，再去刑部，恐怕这辈子都回不了京城了。那便别再回来。夫人这是做什么？冉冉是你看着长大，不过是犯了一点小错，警告2句便是，何必要大惊小怪，喊打喊杀？老爷这是何意？莫不是想纳冉冉为妾？没错，只要冉冉愿意，我今日便纳她为妾。父亲，你为什么这么做？你与她既为昭告天地，也为入府告庙，有何不可？果然，顾淮南应该觉得是我命不长久，如今也不装了。这副理直气壮的嘴脸，可真是可耻又可笑。公爹当年为求娶婆母之时，曾立誓此生绝不纳妾，若有违誓言，必遭天打雷劈。可如今出尔反尔，就不怕被人耻笑吗？闭嘴！你一个晚辈，也敢过问长辈之事？你一定不会嫁给父亲，做他的妾的，对不对？侯爷正当壮年，顾元熙继承爵位遥遥无期，如今又出了这种事，我与顾元熙之间又间隙，与其给他继续做妾，倒不如给侯爷做妾。我愿意给侯爷做妾。愿意？我母亲不允许！姐，你想来这家严谨，我之前带冉冉回家，你都不肯。现在父亲执意要纳冉冉为妾，你一定不会同意的，对不对？上一世你们父子联合起来对付我，把我耍得团团转。这一世我倒要看看你们父子情谊有多坚固。不，我答应你父亲纳妾。我答应老爷纳妾。啊，母亲，你为何要答应父亲纳妾？放肆！为父的事，还轮不到你指手画脚。横竖不过是侯府谈了一个妾室，谁人关心又是谁的妾室？既然老爷喜欢冉冉，我便受些委屈，帮老爷收了她。母亲，你为何要这样？这也不失为一个两全之策。我近日身体不佳，若是冉冉能够安分守己，伺候好老爷，我便拿冉冉当成亲妹妹一样对待。夫人，我知错了，我以后一定不会再犯，我会对侯爷全心全意的。一个全心全意，夏冉冉，我看错你了。没用的废物！夫人，既是如此，那便将冉冉
安排到我面前。嗯。给侯爷当妾室，可比给顾元熙当妾室体面多了。这吃喝用度，可比以前好了不少。侯爷，快放手！要是让夫人看见，要说妖媚惑主了。你如今已是我的女人，谁敢知会？话虽如此，我刚搬进来，侯爷便来了，别被夫人看出什么端倪。便是知道又能如何？从前只知你天资聪颖，没想到在这种事上也颇具天赋。今天在祠堂，我很满意。要不是被顾元熙那个孽障坏了兴致，老爷，要是早知道你有这本事，我早就把你接回京城了。要不是老爷把我接回京，我只怕死在边疆都没人知道。不过，老爷为何要接我回京？你从小便跟着沈妙珍，是唯一能模仿她笔记的人。难怪老爷要我模仿他的笔记，伪造摄政王谋反的密信。摄政王是夫人的义兄，老爷就不怕侯府受牵连？实话告诉你啊，我早就投靠了六王爷，等我帮六王爷除掉摄政王这个心腹大患，我就是头号功臣。摄政王出事，夫人岂会善罢甘休？那个贱人早被我下了慢性剧毒，不出1年，他必定暴毙而亡。顾淮南，原来是你指使夏冉冉害死我义兄，害得我众叛亲离，病入膏肓，你好狠的心啊！婆母怎么这么沉得住气？宫爹今夜留宿在夏冉冉那边，他却在这里磨药粉。你这是什么脸色啊？谁让你受委屈了？婆母，我就是担心您啊。宫爹他公然纳妾，让您成为笑柄。哼，我当是什么大不了的事，便让他再快活几日。婆母，您这是何意？你瞧这药粉，可知我要用在何处了？婆母，您这是救急又犯了，还是我来帮你碾药吧？不，这是我为你公爹准备的毒药啊！那婆母，你快别撵了。怎么，你之前还说要帮我的忙，现在怕了？不是，是让您等等，我去再拿点毒虫带进去，起效更快。务必等我啊！我去就回。老爷，听下人说，昨晚元熙彻夜未归，想必是因为冉冉妹妹跟咱们生气呢。一个女人，堂堂世子，何至于如此沉不住气？冉冉妹妹毕竟与元熙一同长大。哼，不用管她，让她自己冷静几日。是。这个蠢货还真把元熙当自己的亲儿子呢。殊不知他生产那日，我便把他生的小杂种扔到了乱葬岗。老爷，那个孩子处理好了没有？回老爷，已经按照您的吩咐，掐死丢去乱葬岗了。下去吧。是。夫人，快看看我们的孩子。老爷，老爷，哎，这是您最爱喝的莲子羹，快尝尝吧。夫人的手艺无人能敌，这莲子羹啊，只有你煮的最合我胃口。顾淮南，上一世我被你蒙骗，用我显赫家世为你铺就青云之路，
用我万贯家产填满你腹内亏空，你却害死我义兄，害我众叛亲离，病入膏肓。这一事不过是一报还一报罢了。既然老爷爱喝，那可要多喝点儿。好，好，好，夫人的心意我怎会浪费？喝吧，喝吧，3个月之后便是你毒发之时。昨日刚办夏小姐抬为妾室，老爷便去留宿了，一整晚换了3次水呢。可不是嘛，夏小姐直到现在都未起身。世子，冉冉，你怎么能抛弃我，选择父亲？夫君，你一夜未归，可算回来了。给我滚开！要不是你，冉冉怎么会离开我，成为父亲的妾室？夫君，夏小姐已经是我们的姨娘了，你如此念念不忘，要是被公爹知道，会怪罪的。什么姨娘？她是我的心上人。九月薇，不会觉得你现在还有机会吧？做梦！像你这样的毒妇，永远也比不上。还不死心？既然如此，那我便要看看你顾元熙为了夏冉冉，究竟能做到如何地步。婆母，母亲，元熙，冉冉如今已是你父亲的妾室，你需谨言慎行，将心思都花在科考之上。等你登科，这天底下的女子还不是任你挑选。母亲教训的是，我带岳薇去看账本，你好好温读诗书。是。看来母亲答应父亲纳冉冉为妾，是为了我的前途着想。母亲还是站在我这边的，我可是侯府的世子，整个侯府将来都是我的，何况一个女人。婆母，你喝药多日，就是不见好，怎么还更严重了？我没事，养养就好了。看来侯爷下的药已经生效了。还望夫人恕罪，昨夜老爷一夜不曾歇下，叫妾身乏得很。今早竟误了敬茶的时辰，还望夫人宽宥。不过是一介露水情缘，就赶着来我眼前现眼。妹妹尽心伺候，我高兴还来不及呢，又怎么会怪罪你呢？快起来吧。谢姐姐。这是我带来侯府的嫁妆。婆母好生厉害，全京城能有几个贵女能有这样丰厚的嫁妆？从前只听说摄政王为了沈妙珍，攒了富可敌国的嫁妆。今日一见，果然如此。等沈妙珍毒发身亡，这些嫁妆便全是我的了。岳薇啊，把嫁妆清点仔细了。等我闭了眼，都是要原原本本留给元熙的。是。这么多嫁妆都是顾元熙的，看来顾元熙还有些用处。那我且再留他些时日。冉冉，我该改口叫你夏姨娘。元熙哥哥，你为何如此绝情？我选择侯爷并非本意。那一日我给了你选择，是你执意要选择父亲，现在还有什么话好说？哼！元熙哥哥，你听我解释，若那日我不选择侯爷，肯定会被夫人赶出府的。夫人如此看重你，怎么会允许一个失节的女子毁了你的清誉？他说的没错，
你既然已经嫁给父亲做妾，那你还来找我干什么？元熙哥哥，我是为了留在府中才选择侯爷的，我们还像以前一样好不好？像从前一样？这样？还是这样？要是被侯爷看见，那就永远别让他知道。我只要一想到你日夜在我父亲身上，我便恨不得……元熙哥哥，你年轻康健，来日方长。伯母，顾元熙不顾人母，与夏冉冉暗度陈仓，你还愿意为这样糟心的男人从一而终？伯母，若我不愿，你会赶我走吗？傻孩子，我宁肯不要这儿子，也绝技不会赶你走。伯母，我不在乎夫君，我曾许诺摄政王，不管发生任何事，都会陪伴在您左右，照顾你，寸步不离。义兄，上一世岳微对我不离不弃，是为了完成义兄的嘱托。自我嫁进侯府，义兄总以各种理由避开我，我还当他厌弃了我，没想到一直守护我的人是他。夫人不好了，摄政王一回京就被圣上禁足了。什么？我明明已经给义兄传了信，告知他所有内情，怎么会还……夫人，摄政王怕您担忧，特命我前来告知夫人实情。这屋里都是自己人，但说无妨。摄政王说，他与圣上决定将计就计，将陷害王爷谋反之人一网打尽。原来如此，看来义兄早已运筹帷幄，转危为安了。多亏你伪造的那封书信，才让圣上对摄政王谋反之事深信不疑，已勒令摄政王禁足。都是王爷神机妙算，才有了如今的局面。摄政王一死，朝中再无人敢与您作对了，就连圣上也要看您的脸色行事。哎呀，若非我母妃走得早，哪轮得上他皇口小儿登基？侯爷放心，待来日乾坤定鼎，在本王的丹书铁券上，定有你一笔诛杀。臣谢王爷赏识。去吧。老爷，微相那边来人，请您过去花间小酌。幺娘虽为我生下元熙，但如今却已年老色衰，哪有冉冉年轻貌美花样多呀？就说我今日公务繁忙，不去了，打道回府。是。老爷，听说我义兄被圣上禁足了。沈妙真，你从前仗着有摄政王撑腰，不把我放在眼里，如今摄政王自身难保，我看你还借谁的势？朝堂大事，岂是你一个妇人可以过问的？父母去后，我全靠义兄照拂，难道关心两句不应该吗？只是些小事，等圣上气消了，自然会放摄政王出来。啊，上一世我便是信了你这套说辞。等赶到午门时，义兄的血都已经流干了。幸好这一世我早有准备，绝不会让义兄重蹈覆辙。夫君，这2日我与岳微清点嫁妆，发现少了好几套头面呢。有这样的事？想来是家中遭了窃贼，不知我该从何处查起呢？这些小事啊，夫人做主便是了。近日冉冉身体不适，我去看看她。顾淮南，上一世我用嫁妆填你侯府的无底洞，这一次我要连本带利讨回来。慌慌张张的，有什么急事吗？伯母，
您的嫁妆我已经清点完毕了，少了好多珠宝首饰呢，要不要报官啊？报什么官啊？家贼难防啊！你公爹都拿去讨外室的欢心了。公爹也太过分了，嫁妆乃女子私产，就连最穷苦人家的丈夫也不会觊觎妻子的嫁妆。侯府就是个空架子，没我的嫁妆撑着，他顾淮南早就喝西北风去了。伯母，现在怎么办啊？难道真的要便宜那外室吗？当然不能便宜他，他顾淮南怎么送出去，就得给我怎么送回来。老爷，要是被夫人看见，要骂我不成体统了。他敢！如今他义兄失势，若他再不安分些，定要让他好看。老爷真厉害，从今往后就没人敢对老爷指手画脚了。怎么了？妾身这几日胃口不好，还老是泛酸。该不会是有了吧？有了。来人，叫太医。夏姨娘来府中已有月余，该不会真的怀上了吧？哼，最近给她送的全是酸食，她当然会泛酸。不过顾淮南这么想要孩子，便让她以为夏冉冉怀孕，看她能不能承担这后果。你去告诉陈太医，懂了吗？恭喜侯爷，夏姨娘确实有喜了。我这边开一个保胎的方子，按时服用即可。太好了，来人，随陈太医去拿药。我终于又要当爹了，你可是我侯府的大功臣。没想到我这么快就怀孕了。老爷，若夫人知我有孕，会不会不开心啊？他敢！等你生下儿子，我便抬你做平妻。真的，有老爷这句话，妾身就放心了。等沈妙珍毒发，我便是侯府的夫人了。昨日陈太医过来，听闻是冉冉妹妹怀了身孕。你身为主母，理当宽容大度。妹妹为侯府开枝散叶，妾身欢喜还来不及呢。老爷一定要好好赏赐妹妹才是。对对对，要赏。夫人，你说赏什么？老爷忘了，我早将管家权交给了世子妃。不能让儿媳知道我动了沈妙珍的嫁妆，传出去坏了我的好名声。有了，这些年我送了咬娘不少好东西，要回来再送给冉冉就好了。郎君，老爷，咬娘数次相约你都不来，咬娘还以为你把咬娘给忘了。怎么会呢？我近日公务繁忙，抽不开身，这回有空便来陪你了。郎君，为你准备了你最爱的碧螺春，我这就去给你泡了。不用了，我说几句话就走。这么着急啊？沈妙珍近日在清点嫁妆，你速速把我送你的头面首饰拿出来，我先送还回去。可是郎君，那些都是你送给我的。沈妙珍把袁熙当亲生儿子抚养，你也不想他顺藤摸瓜查到你，到时候袁熙身份泄露，可就得不偿失了。等我休了沈妙珍，再把你接进侯府，到时候享受荣华富贵，这一切又都是你的了。郎君说的对，我这就去拿给你。郎君，
还是咬娘啊最懂事。我先回去哄哄那个母老虎。顾淮南，我给你当了那么久的外室，你若敢负我，我定不让你好过。老爷，这些首饰都是送给我的。时间仓促，略备了一些。他日你诞下灵儿，我重重有赏。谢谢老爷，老爷对我太好了。这些你先收着，未免节外生枝，还是不要带到夫人跟前。一个将死之人，有什么好担心的？我知道了。夫人恕罪，妾身这几日身子越发重了，还睡不醒，险些耽误了向夫人请安。妹妹现在身子金贵，何须在乎这些虚礼？来，坐。这是老爷送我的金钗，就算姐姐喜欢，也不能直接从我头上抢啊！老爷送的？没错，老爷送的，他还送了我好些名贵的珠宝。哼，夏冉冉，你居然偷到我的嫁妆，还敢撒谎说是老爷送的？嫁妆？你凭什么说这是你的嫁妆？这是我母亲生前获封诰命之时，当今太后所赠。太后娘娘还在三头，刻了我母亲的闺名青青。真有青青二字？前2日我清点嫁妆，发现这只金钗被盗，没想到竟是你这家贼！我没有，这是老爷送我的。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。来人呐，给我好好搜搜夏姨娘的院子。是。夫人，您嫁妆单子上丢失的珠宝首饰全在这里了，都在夏姨娘房里搜到的。夏冉冉，如今人赃俱获，你还有什么好说？夫人，这些都是侯爷送我的呀！笑话！侯爷光明磊落，怎会做出盗窃嫁妆此等卑鄙之事？你们在闹什么？侯爷，您来的正好。冉冉妹妹居然诬陷您偷盗我的嫁妆，让您成为全京城的笑柄啊！这都是小事，夫人何必要如此兴师动众？老爷此话不妥，府中出了盗贼，若不追查到底，如何能服众？你，老爷，您可要为我做主啊！这些首饰明明是您送给我的呀！夫人，嫁妆既已找到，便息事宁人，不要再追究了。毕竟冉冉怀有身孕，若是伤了腹中孩儿……好你个顾淮南，果真拿了沈妙珍嫁妆来糊弄我！如今为了自己生育，还让我来当这个替死鬼。嫁妆不追究便罢了，那这个也不追究了吗？冉冉妹妹，你屋里为何藏有男子的汗金子？是，你竟敢背着我偷汉！老爷，我是冤枉的，我没有。那这个是什么？为何绣了个西字？下人们怕送错主人家的贴身衣物，都会在上面绣字。这汗金子上绣着西，可不就是世子的汗金子？住口！袁熙的贴身之物怎么会在夏姨娘的房中？你们居然藕断丝连！来人，把世子给我叫过来！老爷，这其中一定是有什么误会。都是你教的好儿子。父亲、母亲，
找我何事？你们都下去吧。是。袁熙，你的贴身之物为何会出现在夏姨娘房中？快跟你父亲好好解释清楚，切莫生了父子嫌隙。这是你的，哼！这东西确实是我的。畜生！冉冉如今是你的姨娘，你竟敢与她行如此大逆不道之事！老爷，这其中一定有误会。袁熙，与姨娘通奸，可是要消补出租界的大事，你可要想好了再说。母亲说的对。父亲，这汗金子虽然是我的，但我却不知夏姨娘有如此的癖好，居然喜欢偷藏我的贴身之物。你胡说！我为何要偷藏你的贴身之物？像你这样朝三暮四，难道不就是喜欢捉打别的男人吗？好你个顾元熙，除了事便当起缩头乌龟，休想把过错都推到我头上！老爷明鉴，一定是顾元熙，他恨我拒绝了他，将他的贴身衣物藏于我屋内，以此来嫁祸于我。贱人，你！老爷，妾身怀了您的孩子，怎么可能去勾引别人？什么？你怀孕了？没错，妾身怀了老爷的孩子。顾元熙，你休想离间我们！这孩子是谁的？够了！父亲，这就是你对姨娘说话的态度是吗？父亲，您为了夏姨娘打我，这一巴掌是叫你知道，如今侯府到底是谁在当家做主。老爷，别生气，都是妾身没有教好儿子。元熙，快去跟你父亲道歉。父亲，儿子知错了，但这汗金子确实与我无关啊。一条汗金子又能说明什么呢？说不定是哪个糊涂的下人不小心放错了呢。如今我身怀有孕，绝不能让老爷怀忧。夫人是想包庇世子吗？这汗金子不送去别人那里，偏偏送到我的房中，这分明是故意陷害。老爷，您可要为我做主啊！先坐下，别伤了腹中胎儿啊！父亲，难道你真的相信他的一面之词吗？住口！冉冉为我侯府开枝散叶，你竟为一己私欲，害他蒙受不白之冤。顾元熙，你心胸如此狭隘，睚眦必报，如何堪当侯府世子？难不成你为了他剥夺我的世子之位吗？那又如何？父亲莫不是忘了，你和母亲是我一个儿子。如今冉冉怀有身孕，若是生了儿子，亦可继承世子之位。上一世，你们父子二人联手将我赶出府，如今我用一个不存在的孩子，便让你们虚假的父子情分崩离析。元熙，老爷说的都是气话，夏姨娘肚子里怀的是男是女还未可知，快去跟你父亲道歉。父亲，儿子错了，儿子诚心悔改，请父亲原谅。冉冉如今是你的姨娘，现又怀有身孕，你不要再针对你，否则我不但会剥夺你的世子之位，我还会打断你的双腿。是，儿子谨遵教诲。来，原来父亲从未真正看重我，倘若夏冉冉生下儿子，必定取我而代之。既如此，我不如先下手为强，让这个孩子消失。元熙，你也太莽撞了！如今夏姨娘怀有身孕，正是最当宠的时候，你怎么能去招惹她？母亲，您不信我？
现在说这些也没有意义了。你父亲认定是你陷害他，吃亏的是你。夏冉冉这个贱人，竟是以为母凭子贵，才用这汗金子做戏，与我撇得一干二净，害我被父亲看清。好在你马上就要参加科举，一旦登科，即便夏姨娘生的是儿子，你的世子之位也不会被动摇。母亲放心，这次科考我必定全力以赴。对了，母亲，您为何要去搜那夏姨娘的院子？世子您有所不知，夏姨娘偷了夫人的珠宝首饰，还不肯承认。那全在这儿了。这些不是父亲送给我娘亲的首饰吗？怎么会在夏冉冉那里？既然老爷不追究此事，咱们就息事宁人，别再提了。是。此事甚是蹊跷，我得尽快去告诉娘亲。母亲，孩儿先去书房温读功课了。夫人，现在首饰全回来了，但夏姨娘一再被侯爷袒护，难道我们就这样放过她了？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就算我肯放过，只怕有些人也不能放过他。娘，希儿，哎呦，你个小没良心的，这么久不来看娘，可想死娘了。快让娘看看。哎呀，娘，先不说这些，我问你，父亲送你的那些首饰呢？你问这个做什么？是不是都被父亲拿走了？你怎么知道？你父亲说，沈妙珍发现了嫁妆失窃，让我把首饰还给他，免得给你添麻烦。哎呀，娘，你都被他骗了。他最近新娶了一房妾室，要拿你的首饰去哄她呢。此话当真？千真万确。好你个顾淮南！我为你忍辱负重20年，没想到你忘恩负义，不仁不义。不仅如此，那个新娘还怀了身孕，若生了一个男孩，只怕是我的世子之位不保啊！希儿莫慌，为娘筹谋这么些年，还能让一个黄毛丫头坏了大事？这是娘给沈妙珍准备的堕胎药。可惜当年淮南允诺将你换进侯府当世子，这个药并没有用上。希儿，把这个药下在新姨娘的饭菜中，你的世子之位便稳了。这不好吧？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一件不少，婆母，您的嫁妆全齐了。想偷我的嫁妆，没门儿！你婆母有的是力气和手段。婆母威武霸气。这些都是你的了。啊！千年血珊瑚、雪山玉髓、青丝雀羽点翠、东海夜明珠，这些首饰可都是价值连城，可抵万金呢。从今日起，婆母所有的嫁妆，日后都是你的天庄。婆母，您是不是生病了？又开始说胡话了。哎呀，傻孩子，快把这些收起来，陪伯母出去一趟。婆母，你要去哪儿啊？义兄被圣上禁足，我做了一些点心送过去。原来是探望摄政王。婆母您稍等，我这就去备马车。夫人，当年为您接生的稳婆找到了，就在柴房关着。快带我去见她，让她说话。是。饶命啊，夫人，都是侯爷的主意，老身只是奉命行事。我的孩子呢？
我的孩子你送去哪儿了？孩子侯爷让我把孩子扔到乱葬岗了。什么？乱葬岗？夫人别急，那孩子吉人天相，说不定还活着呢。小公子身上可有明显印记？这么多年了，老身哪还记得？想不起来，就去给我们小公子陪葬吧。我想起来了，小公子右肩上有块明显的胎记。找，就算给我翻遍全京城，也要把右肩上有红色胎记的失联男子给我找出来。是。竟然能接得住我3招，子安，你的功力大有长进啊！王爷，承让了。王爷，侯夫人带着世子妃来了。缪真，他怎么来了？请他们就前厅稍坐，我换下衣服，马上便到。是。哈哈哈哈！义兄，王爷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有为，你先去院子随意逛逛，我与义兄有话要说。是。这是义兄最爱的桂花酥，我亲手做的。这桂花酥，我有20年没吃过了。不知道味道变了没？没变，不知义兄的口味有没有变化？自然从未改变。既然从未改变，那为何义兄处处躲着我，不愿见我？你软好，我见不见你有何区别？那义兄觉得我如今过得好吗？你的信我都看过了，顾淮南这个狼心狗肺、恩将仇报的小人，本王定要亲手杀了他。何须劳烦义兄动手？我已给他下了毒，他活不过2个月。你，义兄向来刚正不阿，可是怪我心狠手辣。升官发财死丈夫，好事。承义兄吉言。你今日来此，有何要紧事？圣上下令禁足，可义兄这院子里怎么全是男人，连个端茶送水的女眷都没有？这叫我如何放心得下？本王不需要。义兄年岁渐长，难道不想找个知心的人？你若无其他事，便回府去吧。义兄恼什么？只许你暗自守护，不许我光明正大的关心了。你说什么？我都知道了。义兄，你把岳薇送进侯府，让这孩子照顾我，陪伴我的。上一世，义兄因我而死，这一世，我定要与义兄把话说清楚。义兄，为何对我这般好？义父义母临走前将你托付给我，我定当要好生照看。除此之外，没有别的了。王爷夫人，不好了，世子妃她落水了。什么？子安，你在做什么？回王爷，世子妃衣服湿透了，属下是怕，属下这就去领军法。慢着，是你救了世子妃？世子妃落水了，情急之下忘了男女大防，请夫人责罚。那些虚礼哪能比世子妃的命重要？你叫什么名字？他叫秦子安，是秦管家从乱葬岗捡回来的孩子。我见他聪明伶俐，便留在身边，亲自教养。如今任金陵卫指挥使。乱葬岗，我的孩儿便被顾淮南丢到了乱葬岗。
秦大人，你年方几何？可有婚配？回夫人，我今年20，尚未娶妻。乱葬岗的孤儿，还跟顾元熙同岁，若他右肩上有红色胎记，岂不是？有为，多谢秦大人。我随行的马车上有干净的衣服，秦大人好事做到底，将岳薇送去马车上换衣服吧。是。你为何对他如此关心？我只是觉得他有些面善，而且年少有为，又乐于助人，是个不错的少年郎君。你看上他？你这又是扯哪的话？听说你将我调给你的司军挑了一批样貌俊好，安排到那位伺候。此事另有内情，你听我跟你讲。早知如此，就该多倍双喜。秦大人，您还在吗？世子妃有何吩咐？秦大人，大恩妾身记下了，妾身在车内等候母亲便好，请大人自便。是。世子妃稍待，我去就来。1个小时没吃东西了，好饿。好香啊！这是什么？这是给我的。如此粗陋的吃食，世子妃要是不喜欢，我这就拿走。不粗陋，我早就想吃了，可惜一直没有机会出府。多谢秦大人。世子妃，冒犯了。秦大人，你要做什么？秦大人，恐怕有伤世子妃名节，我特地将些藏好了才带来的。有劳秦大人了。举手之劳，不必挂怀。从未有男子待我如此温柔。秦大人，您擦擦汗吧。岳薇，你在马车里吗？哦。夫人，王爷，多谢秦大人对岳薇的救命之恩，改日备薄宴相邀，还望大人赏光。夫人邀约，子安定会前往。一休，我们就先回府了。路上小心。子安，送夫人回府。伯母，方才秦大人只是来给我送行，我还什么都没说，你心虚什么？我以为人妇若是连累秦大人清运受损，便是恩将仇报了。哟，这就担心上了。伯母，你若主意与他，伯母替你筹谋一番，如何？可是我还不知道秦大人对我是否有意。这有什么难的？一试便知。哎呀，再有3日就要科考，我现在连一个字都看不进去。母亲也真是，都不肯使些银钱打点，非逼我挤那独木桥。金榜题名便罢，若不然，父亲眼里怕是更没有我这个儿子了。夏冉冉，你以为一个汗金子便能跟我撇得一干二净吗？夏姨娘好雅兴。你要做什么？夏姨娘，你偷藏我的汗金子，到底有何企图？
此处没有别人，元熙哥哥何必要跟我演戏？分明是你陷害我，却诬陷我勾引你，险些害我一尸两命，我才是受害者。你把话说清楚，你肚子里的孩子到底是谁的？孩子是谁的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沈妙真现在马上要死了。这孩子能让我当上国公夫人，纵享荣华富贵。孩子自然是侯爷的。元熙哥哥，你弄疼我了。口口声声说你爱我，现在却要为其他男人生孩子。我已经嫁给侯爷，别无选择。元熙哥哥，你还是忘了我吧。待我金榜题名，青云直上，未必比不上父亲。你举人功名尚且都是银子堆出来的，金榜题名，下辈子了。元熙哥哥，再纠缠下去，恐怕会毁了你我的前途。夏冉冉，你果真要这么绝情？元熙哥哥，我也是为了你好。若让老爷看见，只怕元熙哥哥的世子之位并不保了。你夏冉冉，我给过你机会，父亲说过，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夏冉冉，你给我等着！听闻夫人喜酸，我便吩咐厨房全做了酸食，快尝尝。老爷对我这般好，妾身都不知道该如何报答呢。来，怎么样？好酸，不过很合妾身的胃口。那便多吃一些。老爷，妾身近日越发喜酸，该不会真应了那句酸儿辣女吧？儿子好啊。若生下儿子、世子，恐怕要坐立难安了。他敢！妾身什么都不怕，只怕这孩子命薄。他若真敢动这心思，我便让他一命偿一命。是妾身食言了。无妨，坐下来用膳。怎么了？老爷，我肚子疼。什么？叫太医！快叫太医！老爷，太医来了。陈太医呢？回禀侯爷，陈太医告老还乡，在下是张太医。也罢，你快去给夏姨娘诊治。夏姨娘误服了堕胎药，孩子怕是保不住了。啊！怎么会这样？老爷，一定是有人要害我，要害我肚子里的孩子。来人，把府上所有人都给我集合到前庭，说究竟是谁在夏姨娘的吃食中下了堕胎药？老爷，冤枉啊！不是我们，不是你们还能有谁？世子爷，奴婢想起来了，早在奴婢给姨娘准备吃食的时候，世子爷来过。是他？对。去，把世子给我带过来。夫人，不好了，出事了！秦大人，这是我府上的素锦，让他过来吧。是。别急，慢慢说。夫人，夏姨娘小产，世子被侯爷叫去严刑拷问，还在世子身上搜到堕胎药。哼，真是蠢货。夫人，现在该怎么办？你先回去，别让人知道你来找我。是。婆母，我们快先回去吧，要是晚了，夫君被公爹打死了怎么办？慌什么？他便是被打死，也是在自作自受。哼，秦大人，你带我们在这城中绕上3圈，再护送我们回府。是。
看来婆母是真想让夫君被打死了，打了夫君，可就不能打我喽。孽障！你竟用如此阴狠的手段残害手足和姨娘，淮南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儿子？父亲，我冤枉了！人证物证俱在，你还敢狡辩？打！给我狠狠的打！父亲，难道你要为了那个贱人打死我吗？打！打到他闭嘴为止！我错了，打！父亲，你走开！元熙，你醒醒！老爷，我今日去探望义兄不在府中，你竟然将元熙打死，你好狠的心呐！你养的好儿子，他在夏姨娘的吃食中下了堕胎药，害得夏姨娘小产，害死了我未出世的孩儿。哼！老爷怎么就确定是元熙害死了夏姨娘的孩子？厨娘亲眼看见他进了厨房，我还能冤枉他不成？张太医，还请您看看，这真的是堕胎药吗？没错，是堕胎药。不过，你有话不妨直说。方才我为夏姨娘止血时，我仔细把过脉，发现并非是小产，而是来了鬼水。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夏姨娘一向身子虚弱，几个月都不来鬼水。这堕胎药本身就有活血化瘀的功效，故而鬼水来得猛烈了些，但并非是小产。鬼水？张太医，你是说夏姨娘压根就没怀孕？是的，夏姨娘脉象平稳，并非怀孕。这怎么可能呢？陈太医明明为夏姨娘诊出了喜脉。陈太医告老还乡，恐怕是老眼昏花，诊断失误了。张太医，多亏了你，如今真相大白。老爷，夏姨娘只是来了鬼水，你竟为了此等小事，险些害了元熙的性命。老爷，你真的糊涂呀！张太医，还请你一定要救救元熙。在下一定竭尽所能。顾元熙，元熙，你害死了我的孩儿，偏是要你为我而偿命，拿救心头之恨。姨娘，不好了，顾元熙被打死了吗？世子爷昏迷，被夫人带走了。不过太医说您没怀孕。什么？姨娘，你没有小产，只是鬼水来了。可我2个月没来鬼水，还爱吃酸。老爷，都是顾元熙害死了我们的孩儿。都是因为你，我差点打死我的孩子。要是元熙有3长2短，我饶不了你。哼！老爷，这怎么可能？我明明怀了孩子，我马上就要成为侯府夫人了。都是顾元熙害的，都是顾元熙害的。张太医，元熙的伤势如何？世子的性命无碍，只是双腿伤势过重，恐怕再也站不起来了。什么？我的儿啊，你好命苦啊！母亲，我是不是再也无法参加科举，仕途无望了？顾元熙，没有我的扶持，就凭你的智商，真以为能青云直上，加官进爵？你是侯府的世子，就哪怕科举无望，也能承袭爵位，衣食无忧。废物有什么两样？我是废物！
是顾淮南和夏冉冉那个贱人，害我沦落至此。此仇不报，无枉为人。夫君，该喝药了。这么烫，你想谋杀亲夫吗？秦大人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没事吧，世子妃？我没事。你是何人？胆敢擅闯侯府内宅！来人，把他给我拿下！住手！秦大人是我邀请来的贵客。婆母，夫人，母亲，侯府可是勋贵之家，可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进来的。秦大人执掌金陵卫，在御前行走，就是你父亲见了，也要尊称一声大人。元熙，还不快向秦大人赔罪！哈，原来是秦大人，小的有眼不识泰山，还望秦大人恕罪。世子言重了，都怪江有为这个贱妇惊扰了秦大人。秦大人，你衣服脏了，元熙行动多有不便，不如由岳微带大人去更衣梳洗。秦大人，这边请。有劳世子妃了。母亲，他们俩是何时认识的？你出事那日，我带着岳微去探望义兄，岳微失足落水，便是秦大人救他上来的。好你个江岳微，居然早就红杏出墙，都打上外男。世子妃，这个还给你。方才多亏了秦大人。他对你不好。你是说世子？世子妃是他的娘子，他理应呵护你，怎么能？第一次有人这么说。夫君他伤了腿，心情不好，才脾气暴躁些。世子的事我略有耳闻，大丈夫光明磊落，即便有天大的事，也不能对娘子动手。秦大人，抱歉，是我失言，不该妄议世子，让世子妃为难了。秦大人，这杯酒我敬你，感谢你对岳微的救命之恩。沈夫人言重了，举手之劳，何足挂齿。秦大人真是好酒量，岳微，快给秦大人把酒满上。贱人，敢在我面前跟秦子安眉来眼去，看我今晚怎么收拾你！母亲，我乏了，让岳微送我回屋吧。也好，岳微，送元熙回房吧。是。站住！夫君还有何吩咐？过来，到我身边来。江月薇，你嫁进我们侯府多久了？有1年半了。1年半独守空房，是不是寂寞难耐，去勾引了秦子安了？夫君慎言，我与秦大人清清白白，并无私情。你们在我眼皮子底下眉来眼去，当我眼瞎吗？你弄疼我了。你不是想要男人吗？今晚我就满足你。
你放开我！装什么贞洁烈女？不过是个朝三暮四的。不要！你放开我！你与秦子安到哪一步了？他一晚上要你几次啊？呸！我只……贱人！哎呀！秦子安，别以为你是金陵卫指挥使，我就不敢到衙门里去告你私通。那便去，我奉陪到底。秦子安，秦子安，我不会放过你的！母亲，秦子安竟敢坏我与若薇的好事，你一定不能放过他！顾元熙，你还嫌不够丢人吗？母亲，你听我说，来人呐！世子受伤后性情暴戾，殴打谋杀世子妃，把世子用铁链锁起来，给我严加看管。婆母，快！头还晕吗？可还有哪里不舒服呀？婆母，顾元熙他……你放心，顾元熙已经被我用铁链锁住了。他若是再敢碰你，我剁了他的手。婆母，我想与顾元熙和离，可我舍不得你。傻孩子，便是与他和离又如何？我再为你择一桩好的婚事便是。到时候啊，你还守在婆母的身边。真的？婆母何时骗过你？婆母，我都听您的。方才秦子安不顾后果，硬是闯进顾元熙的房中，将你救出。你可懂他的心意了？那你觉得他如何？秦大人他很好，很好，比我见过的男子都要好。你才见过几个男子呀？不过这样便好办了。伯母，这是何意？等我把侯府的这些阿杂事给处理了，我就为你风光大嫁。不过在这之前，你可愿意帮婆母一个忙？我可以帮婆母忙？这个忙还只有你能帮。婆母，你说岳薇一定不辜负您的期望。帮婆母看看秦子安的右肩上是否有块红色的胎记。婆母，您让我看秦大人的身体啊！你忘了，婆母丢失的亲儿子右肩上有块红色的胎记。对哦，秦大人年纪与相公相当。他还是摄政王的管家，在乱葬岗捡回来的。那如果秦大人右肩上真有红色胎记的话，那他岂不是伯母您的儿子？岳薇，你本该嫁的就是这侯府正儿八经的世子爷，才不是顾云熙那个冒牌货。婆母，您放心，我这就去找秦大人，扒下他的衣服。你先好好休息，明日多吃2碗饭再去找他，切记别打草惊蛇。婆母您放心吧。夫人，乌衣巷的那位来了，闹着要见您呢。来得好，我正等着他呢。岳薇，你先好好休息。怎么回事啊？过去看看。不知道，走，跟去看看。去看看。
夫人，姚娘求见侯夫人。今日若见不到夫人，我便不走了。顾淮南，你这个负信薄信的白眼狼，居然为了一个新妾室打断我信任的双腿，我定要你付出代价！大家快来看呀！大家快来为我做主呀！快来看呀！何人在此喧哗？夫人，凑个热闹，怎么这么热闹？夫人，请夫人为我做主啊！你是何人？让我为你做什么主？我是巫医巷中的咬娘，今日前来渴求夫人开恩收留我。哦，我凭何收留你？不敢欺瞒夫人，咬娘本是侯爷的通房丫鬟，在夫人进府之前，侯爷便把我放到了巫医巷中。你是说，你是侯爷与我成婚之前便藏在巫医巷的外室？正是。侯爷当年发誓绝不纳妾，结果夫人还没进门就养了外室，一边立贞节牌坊，一边养外室，真会演。早听说外室的吃穿用度全是夫人的嫁妆钱，前些日子不是还纳了妾室，现在外室又找上门，嘿，伪君子！夫人，听闻你贤惠大度，喜仙时日还主动帮侯爷纳了妾室，你可一定要为我做主呀！呸！贱人，抢了人家的夫君还想上门？夫人也真是宽厚，连这种阿杂货色都能忍。怕不是仗着侯爷的宠爱，才敢如此有恃无恐呢？可怜了国公夫人，竟要面对这样的豺狼虎豹。你先起来吧。走开！夫人，你若不答应，我便不起来。人言可畏，你这样跪着，若不是让全京城的人来看老爷的笑话。夫人，你若不为我做主，妾身便长跪不起。我答应你便是，你快起来吧。谢夫人，妾身谢夫人，谢夫人贤惠大度，妾身没齿难忘。把听雨轩收拾出来，给咬妹妹住吧。是。上一世你算计我帮你养儿子，将我赶出侯府取而代之，这一世我要你自食恶果，有进无出。郎君，贱人！郎君，你可知今日闯下多大的祸端？御史台参了我一本，说我治家无风，背信弃义。小娘不知，小娘只知道你重罚了希儿，如今生死不明，我只有想办法到府里看希儿一眼，否则小娘彻夜难安。郎君，现在夫人已知你我之事，不如就让我在府上照看希儿可好？哼，胡闹！你若不肯，我便告诉夫人，希儿是我的儿子，他的儿子早已被你扔进乱葬岗，活活冻死。你敢？我有什么不敢？反正现在也见不到希儿，我也不想活了。你，郎君，求求你了，就让我留在府里吧。我可以留你在府中，但你不要再耍什么手段，扰得府内不得安宁，影响我仕途，我绝不容你。是，咬娘明白。哼！哎呀，你这什么味儿啊？希儿，我的儿，希儿，你，哎呀，希儿。你可来了！他们把我锁在房中，让我自生自灭。娘，
儿子受此屈辱，我宁可去死。希儿，莫说这些丧气的话。待我收拾了害你断腿的那个贱人，你还是侯府的世子，娘后半生的荣华富贵还仰仗着你呢。娘亲说的对，这侯府的一切原本都是我的。你就是夏姨娘吧？你是何人？也配踏进我的院子？别打我！我打的就是你！老爷夫人不好了，姚姨娘和夏姨娘打起来了。什么？把他们给我带过来。是。哼，狗咬狗，好戏开场了。哼，扯头发、撕衣裳，这般泼妇行径，哪有半分官宦家眷的体统？老爷莫生气，伤了身子，妹妹们想必也不是故意的。老爷，都是这个咬娘，她跑来我院里耀武扬威，还打我。老爷，妾身冤枉啊！妾身去拜见夏姨娘，这夏姨娘还说妾身年老色衰，她还说，你慢慢说，不急。她还说老爷是银样蜡枪童，这府里除了世子，竟没有其他的子嗣。夏姨娘，你好大的胆子！夏姨娘，老爷因你假狱废了世子一双腿，你居然在背后如此重伤老爷，该当何罪？老爷，我没有，都是这个贱人，是他陷害我。咬娘今日入府，与你无冤无仇，为何会陷害？再闹下去，难保咬娘不会一时冲动说出袁熙的事儿。哼！巧舌如簧的毒妇，来人，把她给我关进柴房，好好思过。老爷，不要！哼！你害得我儿断腿，我还没跟你算账，如今还敢口出狂言，拖走，给我关起来！老爷，不要啊！老爷！谢老爷为我做主。老爷，我还有一件事。有事便说。昨日我见世子爷缠绵病榻，好生可怜，不如由我来照看世子爷。夫人日日精心照料，有你什么事儿？老爷，我这几日旧疾越发厉害，有妹妹照看世子，我也心安一些。既是如此，姚娘，你务必好生照看袁熙，别再出什么岔子。是。沈妙真重病缠身，等我找机会把顾淮南送走，这侯府就是希儿的。顾淮南快要毒发了，正愁找不到替罪羊呢。既然你自己送上门来，就别怪我。娘，你日日往我院里跑，不怕沈妙真起疑心吗？他都病入膏肓了，就算起疑心又如何？如今这侯府啊，只有你一个子嗣，他还指望你送终呢。夏冉冉这个贱人，就算杀了她也难解我心头之恨。等我送走侯爷，那个贱人还不是任你宰割？对了，希儿，听府里人说，现在管家权在你那个世子妃手上。哼，这个荡妇，见我伤了腿，便与那个秦指挥使勾搭上了。岂有此理！娘这就想办法让这个贱人消失，娘也能顺理成章拿到管家权。不就是扒了秦大人的衣服吗？侯母都给我找了18个男人练胆了，怕什么？
这不是婆母为我挑的18个私兵吗？是被罚了吗？怎么个个面如土色，生不如死啊？哎，麻烦让让，挡我视线了。秦大人，世子妃是来探望这些私兵的？我不是探望他们的，我是来……糟糕！哎呀，这些糕点全脏了，还怎么送秦大人？这些糕点都是送给我的。是我亲手做的，虽不如买的精致，婆母说味道还不错。哎，秦大人，快别！很香。今日我没佩戴熏香啊。我说糕点。原来秦大人也会捉弄人。糕点送到了，我先走了。哎，秦指挥使糕点也吃了，该放过我们了吧？你们继续练，练到我喊停为止。婆母，你都咳血了，怎么还不好好休息？你听谁说的？整个侯府都传遍了，他们还说说什么？说您重病缠身，时日不久了。婆母，我这就给你找太医诊治。我没事，这都是我放出去的假消息。原来是这样，那我就放心了。伯母又准备放什么大招呢？婆母交给你的任务办得怎么样了？都怪我太怂了。婆母，我发誓，下次我一定扒了秦大人的衣服。也罢，婆母还有一件事交给你去办。是什么？婆母您快说。肯定比扒秦大人的衣服简单。明日是观音大士诞辰，你带我去净慈寺祈福上香。果然简单多了。婆母放心，包在我身上，我这就去准备。小娘最近在府里耀武扬威，正觊觎着世子妃手里的管家权呢。夫人怎么把世子妃支出去了？我若不给姚娘出手的机会，怎么拿捏她的把柄？夫人高明。去告诉秦子安，就说世子妃有危险。是。世子妃，你少吃点儿，小心待会儿去了寺里吃不下斋饭。对哦，斋饭也很好吃，我能吃3大碗。站住！是这个小娘们没错，上！你们是什么人？敢劫侯府的人，不要命了！哼，劫的就是你们！你们想要什么，我们都给你们。哦，是个漂亮的小娘们啊！死之前，也们好好玩玩吧。我是侯府的世子妃，你们要是敢动我，必定死无葬身之地。哎呦哎呦，我好怕怕呀！这个归我，那个归你。动他者死！秦大人，你怎么来了？小心！说，谁派你来的？我说，收表姑让我来杀世子妃的。表姑？你表姑是谁？姚娘。姚娘要杀我？此地不宜久留，我们先离开这里。世子妃这是做什么？给秦大人包扎呀。秦大人，你流了好多血。区区小伤，不足挂齿。这怎么能是小伤呢？
还请秦大人脱下衣服，让我为你包扎伤口。真没想到是用这种方法逼秦大人脱衣服，这算不算趁人之危啊？男女有别，世子妃不怕秦某连累你的名声。如果我连这点事都不能为秦大人做，如何对得起秦大人的救命之恩呢？世子妃果然独特，听闻世子妃养了18位外室。没有，我一根手指头都没有碰过他们。哦，你不喜欢这样的？不喜欢。那你喜欢什么样的？秦大人又捉弄我。世子妃不是要给我包扎吗？可以吗？我这算不算占秦大人便宜啊？哎呀，不管了，伯母还等着我的答复呢。秦大人右肩上这红色的是胎记还是疤痕？养父说他在乱葬岗捡到我的时候，我的右肩头就有一个红色的胎记，想必是娘胎里带的。想必是娘胎里带的。有为，伯母，你怎么来了？夫人，我听说你遇到了劫匪，便连忙赶来了。你没事吧？伯母，我没事儿，倒是秦大人受了重伤。秦大人多次救岳微于危难，这份恩情，不知我侯府该如何报答。不知秦子安肩膀有没有胎记？子安别无所求，只盼世子妃平安喜乐。岳微，秦大人他是将真心都掏给你了。伯母，对了，伯母，我有急事要与你说。伯母，我刚给秦大人包扎伤口的时候看清楚了，秦大人右肩上却有一块红色胎记。真的？千真万确。子安，我的孩儿。夫人，苏锦，快去将稳婆带来，让他亲眼辨认秦大人右肩上的胎记。是。胎记？夫人说的可是我右肩上的这块红色胎记？正是20年前，顾淮南拿妾室之子换走了我的孩子，将我的孩子丢在了乱葬岗。他的右肩上就有一颗红色的胎记。所以，夫人就是我的亲生母亲。夫人，没错，就是这样的胎记。你可看清楚了？老身的命都捏在您手里，怎敢犯糊涂？这胎记实属罕见，老身记得清清楚楚。将他带下去吧。是。子安，当年我受顾淮南的蒙蔽，不知你被遗弃，这些年你受苦了。伯母与亲子分离，何错之有？都怪那狼心狗肺的公爹。世子妃说的对，母亲在上。请受儿子一拜。孩子，你不怪我。儿子能与母亲相认，能够惜前尽孝，开心还来不及呢。好孩子，快起来。你放心，
我一定会恢复你侯府世子的身份。王爷，义兄，你怎么来了？圣上已经掌握了六王爷屯兵谋反的铁证，令金陵卫封了城门，不出3日，皇上定会拿他问罪。六王爷怎会轻易服诛？正是，此人阴毒，走投无路时必定不择手段。妙珍，你今日务必要多加小心，府里府外都要严加防范。义兄放心，我绝不会让他有可乘之机。子安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义兄，我有一件大事要与你说。子安，便是在20年前被顾淮南换走的我的亲生儿子。顾淮南这个狼心狗肺的家伙，还好你们母子总算团聚。我这就进宫，向皇上求到圣旨，恢复子安的世子身份。多谢义兄，我这就带子安回府认祖归宗。不是说事成之后在外面见面吗？别来侯府找我。表姑，人我已经处理干净了，但金陵卫拦着城门，我们走不了。万一被抓住，岂不是连累你和世子？这是世子的令牌，你拿着它，赶紧离开京城。表姑放心。哎，等等，怎么就你一个人？他们两个呢？他们在外面等我呢。哦，哎，行了行了，赶紧拿令牌走吧。是。大人，我已经按照你说的全做了，你就放我走吧。走。留你还有用？娘，怎么样啊？大功告成，江月薇已经处理干净。真的？娘办事你放心。这个荡妇，死不足惜。不过金陵卫把城门给拦了，娘让他们拿着你的令牌赶紧出城，这样死无对证，谁都查不出来是我干的。哼！世子、姨娘，夫人从净慈寺回来，请了族长过来，让你们一并去前厅。好，我知道了，这就来。夫人，人都到齐了，你有什么大事要宣布？哎呀，不会是世子妃出事了吧？年纪轻轻的就遭此横祸，还真是可怜呐。娶她虽非我愿，却没想到她走得如此突然。我还什么都没说，你们怎么就知道世子妃出事了呀？我们也是刚刚听府里下人在说世子妃遇刺了。对啊，夫人去净慈寺不就是为了这个？王姨娘费心了。我的命硬得很，袁王爷不收。你江月薇怎么还活着？江月薇，你真是好算计，假装遇刺，让所有人都替你担心，你却在一旁看笑话。夫君这话何意？遇刺不假，谈何算计？哼，你3天2头的往外跑，遇上劫匪，活该。我没有，是婆母让我去净慈寺上香的。出事便拿母亲出来当挡箭牌，你若再不收敛，以后指不定还要闯出什么祸。月薇没有说谎，是我让她去净慈寺上香的。哎呀，出了这么大的事，姐姐你就别护着她了。要我说呀，就该把世子妃关进祠堂里，喂她个3天3夜。幺娘说的对，一个妇道人家，成天抛头露面，不招祸才怪。并非是我惹是生非，而是有人
买凶杀人，并非是我惹是生非，而是有人买凶杀人。切，你一个无权无势的孤女，谁会买凶杀你？世子妃，不会是你为了逃避责任，故意编的瞎话吧？反正人已经走了，无凭无证，谁会相信？江月薇，你撒谎成性，还想用这么拙劣的借口脱罪，真是无药可救。来人，把他拉去祠堂。慢着，母亲，难道你真的相信他的鬼话吗？是不是假话？叫人进来问问就知道了。有劳秦大人。秦子安，又是你！哎呀，秦大人，你身为金陵卫的指挥使，百忙之中来到府上，是有何要事啊？国公，你可认识此人？抬起头来。认识，这不是咬娘的表侄吗？秦大人，他所犯何事啊？秦某路过郊外，遇见此人要刺杀世子妃，便把他捉了过来。刺杀世子妃，怎么回事？哎呀，老爷，我这表侄平日里为非作歹惯了，妾身不知啊。你来说，你与世子妃无怨无仇，为何要痛下杀手？老实招供，还可看在你有悔改之心的份上轻罚，否则，哼，罪加一等。是表姑让我们去杀世子妃的，否则我们就算是吃了玄仙豹子胆，也不会对世子妃下手啊！哎呀，你胡说！我何时指使你杀人？老爷，这都是他自己所为，跟妾身无关啊！表姑，分明是你说要抢世子妃的管家权的。够了，都给我住口！父亲，咬姨娘心地仁善，怎么可能让她的表侄去杀人啊？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咬娘入府不过数日，袁熙倒是处处为她说话。母亲，我这只是仗义直言罢了。好一个仗义直言！我养你20年，你却如此黑白不分，善恶不明。顾元熙，今日我便要将你彻底逐出侯府。老爷，夫人，他分明是被人收买，故意诬陷我的。没错，咬姨娘杀了世子妃，对她有什么好处啊？此事真不是你做的。妾身在这对天起誓，如果是我派人刺杀世子妃，便让我怎么怕一语成谶啊？我有什么好怕的？若这事真是我做的，便让我不得好死！国公，我在此人身上发现了这个。糟了，这令牌怎么落到他手里？岂不是会连累了希儿？这不是袁熙的令牌吗？袁熙，你的令牌为什么会在他的身上？父亲，你的令牌从未离身，该不会是被这厮给偷走了吧？老爷，这令牌是我偷的。你？世子妃也是我派人去杀的。老爷，咬娘一时鬼迷心窍，咬娘知错了。你这个毒妇！哼！来人，把他给我关进柴房，等候发落。老爷，慢着！事关世子妃的性命，此事马虎不得。今日当着族长的面，有些话我得问问清楚。夫人，还有何要问？咬娘，这令牌当真是你偷的？是我偷的，老爷。那你是在哪儿偷的？又是如何偷的？我母亲，小娘都已经承认了，那您又何必咄咄逼人呢？
我咄咄逼人。顾元熙，你的世子妃现在被人谋害，你却一次次的袒护凶手，你究竟有没有良心？还是说，这令牌本就是你交给咬娘的？你们沆瀣一气，本就是一体。母亲，您这话是何意啊？我为何要帮咬娘谋害江月薇啊？为何？是啊，夫人，袁熙有什么理由去帮咬娘谋害儿媳啊？因为顾元熙并非我亲生，而是咬娘的儿子。你说什么？顾元熙是咬娘的儿子，所以帮着咬娘谋害月薇。20年前，是咬娘用顾元熙换走了我的孩子。老爷，你可要为我做主啊！这怎么可能啊！顾淮南明明就是你亲手把顾元熙换给我的，我看你还能装多久？老爷，你有所不知，前几日我遇见当年给我接生的稳婆，这才知道顾元熙并非是我的亲生儿子。老爷，我被骗得好苦啊！完了，沈妙珍居然知道了希儿的身世。该死！当年就该杀了那个稳婆，以绝后患。若孩子被咬娘换了，那我们的儿子呢？被咬娘扔到了乱葬岗，我可怜的孩子呀！看来那稳婆并未供出我来。夫人，稳婆年老糊涂，她的话怎能当真呢？夫人说这些话，就不怕伤了袁熙的心吗？是啊，母亲，袁熙自幼伴您左右，您怎么能为了旁人的一句话就怀疑我不是您的亲生儿子？是不是母亲看我双腿残疾，嫌弃我了？夫人，你就不怕与袁熙生了嫌隙，日后会后悔吗？后悔？我后悔没有早点查清楚真相。老爷，今日我请族中长辈们过来，并非为了岳微遇刺之事，而是另有一件大事要宣布。大事？有何大事？老爷，秦子安才是我沈妙珍的亲生儿子，而他顾元熙不过是外室生的私生子。这怎么可能啊！那个孩子被扔在乱葬岗，怎么可能活下来？母亲，你在乱说什么？我才是你的儿子啊！你不是！我的儿子肩膀上有块红色胎记，你有吗？没错，沈妙珍的孩子确实有一块红色的胎记，难不成还真是我的儿子？老爷，子安才是我侯府的血脉，更是名正言顺的世子。难道你要放着子安不选，选一个残疾来当世子吗？老爷，你忘了，顾元熙的腿可是老爷您打断的。夫人说的没错，袁熙被我打断腿，心中必有芥蒂。况且让一个残废来当世子，只会让侯府沦为笑柄。母亲，你随随便便就找一个来路不明的人当世子，这未免也太荒唐了。认祖归宗，自然马虎不得。我这就给你们一个心服口服的答案。来人，准备滴血验亲。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族长，您亲眼所见，子安的血与侯爷的血已相融，更有肩上的胎记和稳婆的证词，子安就是侯府的嫡子。看来这孩子确实是侯府的骨肉。真没想到，金陵卫的指挥使居然成了我儿子，天佑我顾家呀！来人，抬下去。族长，既如此，
便选个黄道吉日，让子安认祖归宗，纳入族谱。我这就着手去做。慢着，夫人还有何事？既然子安认祖归宗，那他世子的身份也该昭告天下。他凭什么当世子？我才应该是侯府的世子。长幼嫡庶乃是老祖宗定下的规矩，你一个妾室之子，有什么资格当世子？老爷，希儿是你看着长大的，你怎么能令别人当世子呢？我堂堂侯府怎能让一个瘸子当世子？瘸子？父亲莫不是忘了我这腿是怎么瘸的？不管什么原因，如今你都没有当世子的资格。顾淮南，先前因为一个不存在的孩子，生生打断我的腿，如今又拿我瘸腿当借口，要另立他人当世子。看你就是个沽名钓誉、假仁假义的小人。顾元熙，我看你是病得不轻啊！顾淮南，顾淮南，你个言而无信的小人！你答应过我，会让希儿做世子。你还说过，会休了沈妙珍，让我当侯府主母。没想到，你说话不算话，还打断了希儿的腿。顾淮南，我只恨当年轻信了你，更恨没能早点杀了你！你疯了你！给我闭嘴！姚娘，你疯了！我没疯，明明是你换走了希儿，将沈妙珍的儿子丢去乱葬岗。你才是那个狼心狗肺的人！你这个疯女人！夫人，姚娘疯了，你万不可听信她的鬼话呀！老爷，既然顾元熙病了，咬娘疯了，不如就将他们送到乡下的庄子里养病，免人看管着，免得再跑出来丢人现眼。甚好甚好，就这么办。来人，拖走！顾淮南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！顾淮南，你会遭报应的！顾淮南，夫人。老爷、夫人，圣上派人查抄了六王爷私自囤积兵器的器械库，还命摄政王查抄了六王府。什么？亏我沉得住气，没在摄政王禁足时立即休了沈妙珍。退下吧。夫人，我对天起誓，子安被换的事我全然不知啊！若我做出此等猪狗不如之事，便让我不得好死。顾淮南，举头三尺有神明，你真以为你做的恶事没有报应吗？你连续喝了3个月的毒药，也是强弩之末。老爷，我当然相信你啊！老爷，我还有一件事，还望您成全。夫人，但说无妨。义兄将岳威指给侯府世子，那如今顾元熙不再是侯府世子，须得拨乱反正才是啊。夫人说的有道理，确实委屈岳威了，不如让岳威跟顾元熙和离如何？我倒是有一个两全之计，既然子安是世子，让岳威改嫁给子安便是。岳威，婆母，你可愿意改嫁子安？全凭婆母做主。那婆母便做主，让你风光大嫁子安。不可，一女嫁二子，这要传出去，我侯府岂不沦为全京城的笑柄了？摄政王到。
圣旨到！国公顾淮南和夫人沈妙珍接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朕闻定国公夫人苦心寻回嫡子，此乃家门之幸。今特敕封其子秦子安为定国公世子，承袭爵禄，光耀门楣。世子妃江月薇误配庶子顾元熙，实非良缘，特令其改嫁世子秦子安，以正名分，成就天作之合，天下臣民不得非议。国公夫人沈妙珍持家有道，教子有方，堪为天下女子表率，特加封一品诰命夫人，赐金色宝印，永享荣华，世袭恩荫，钦此。国公还不谢恩？臣谢主隆恩。恭喜诰命夫人。义兄总是来得这般及时，大恩不言谢，妙珍永世不忘。护着你本就是我分内之事。子安岳威，还不快谢谢舅舅？多谢舅舅成全。哎，快起来吧，就算要谢，也是谢圣恩浩荡。怎么他们更像一家人？圣上把所有人都赏了一遍，唯独漏了我。妙珍，方才我率人去捉拿六王爷，让他逃走了。此人已是穷途末路，切记要小心。义兄放心，他若敢来我侯府，定要他有来无回。若有风吹草动，先跟我商量，莫要冲动。圣上还等我回去复命，我就先回去了。义兄慢走。六王爷逃走了，我得赶在圣上抓到他之前，将所有谋反证据呈上，以免受他牵连。夫人，世子和世子妃来了，瞧着恩爱的紧呢。岳威、子安，快过来！夫人等你们敬茶都等了1个时辰了。想必昨夜是累着世子妃了吧？素锦姐姐取笑我，都怪你。好，都怪我，让您久等了，母亲。素锦是逗你们的，便是下午来，我也等的。世子、世子妃，请。母亲，请喝茶。婆母，请用茶。这次的茶，味道总算是对了。好孩子，快起来吧。瞧你们这般恩爱，母亲就放心了。岳威，希望你和子安早日开枝散叶，多子多福。请母亲放心，儿子定当多多努力，不负母亲期望。夫人，庄子那边传来消息，
说咬娘吵着要见老爷，老爷过去不知说了些什么，咬娘当夜便自尽了。死了？是要去打听一下老爷都说了什么吗？哼，不过就是些薄情寡义的言辞，何必听来脏我的耳朵？那咬娘该如何处理？背一口帛棺，葬了吧。是。顾元熙呢？自打进了庄子，他便神志不清，疯疯癫癫的。如今亲眼见咬娘吊死在横梁，怕是再也好不了了。命人好好看管。若是真的疯了，倒也算得了善终。天凉了，顾淮南该死了。去把夏冉冉给我叫过来。是。婆母，你咳嗽的越发厉害了，要不要请太医过来瞧瞧？我已病入膏肓。沈妙真终于要病死了吗？夏姨娘愣着干什么？哦，来了。夫人，夏姨娘到了。夫人，你还好吧？冉冉，你来了。因为有几句提己话要跟冉冉说，你先出去。是。冉冉，来，快坐。之前我因为姚娘那个贱人处罚你，你不会怪我吧？你都要死了，我当然不会怪你了。夫人也是受姚娘蒙骗，我怎么会怪夫人呢？我只恨自己在柴房里未能好好侍奉夫人。我恐怕命不久矣。我伺候不了侯爷，从今以后，侯爷便交给你了。夫人托付，冉冉不敢拒绝。沈妙真，你也有这么一天。只可惜侯爷被姚娘坏了身子。不过太医说了，侯爷正值壮年，只需要用药温补，死不成问题。没错，要想在我府里做，还是要有死亡事。夫人您放心，妹妹定会帮夫人好好伺候老爷的。顾淮南的身子早被毒药掏空了，补药只会加速他的毒发。夏冉冉，好好伺候顾淮南上路吧。老爷，你把人家关在柴房那么久，要怎么弥补人家？都怪姚娘那个贱人挑拨，老爷我疼你都来不及，怎么舍得罚你啊？花言巧语可不能让我消气，要罚就罚老爷让我生个儿子，怎么样？开枝散叶本就是你分内之事，这怎么算惩罚呢？不如就罚我1个月留宿在你院子里。哎呀，老爷，这样我可不就成了迷惑老爷的狐狸精？你不就是勾魂摄魄的小狐狸吗？来，让老爷亲亲。老爷，我为你准备了些好东西。什么？补药。老爷我金枪不倒，何须补药？老爷有所不知，这是古法求子的秘方，老爷难道不想试试？好，好，好，你说什么便是什么。
老爷，老爷！老爷，老爷，你醒醒！快来人呐！快来人呐！来人呐！老爷！这是怎么回事？来人，去看看老爷怎么样了。是。夫人，老爷他没气了。什么？贱人！我让你好好伺候老爷，已经勾搭的老爷死在你床上。来人，给我把他捆起来，游街沉塘。是。走！夫人，你饶我吧，夫人！看他那个样儿，长一张红脸，不要了，会被他给害死。快点！走，侯爷身体这么硬了，你像个狐狸精一样把他吸干了。瞧这身骚肉，你就会勾引男人。侯爷还说不会纳气，走快点！你们这种人会有因果报应的。你们这群贱民也配骂我？我可是前户部尚书之女。原来是贪官之女，果然是有其父必有其女。侯夫人真是心善，像你这种一家就该学谁呢？对，她就是疯女，这样打死了，打死了！闭嘴！你们才该死！不管那不是我害死的，不管那是咬娘那个贱人害死的，跟我没关系，我是冤枉的。婆母，真的要将他沉塘吗？我让义兄将顾淮南举报六王爷谋反的消息给压下来。六王爷潜逃，他定会去寻找一个能助他一臂之力的人。顾淮南死了，现在只剩夏冉冉。我如此大张旗鼓地告诉他夏冉冉的行踪，就不信他不出现。婆母，好计谋，诸葛在世啊！你一个南诏人，懂什么诸葛？马屁都拍歪了。我才没夸错呢。诸葛丞相聪明绝顶，对不对，夫君？是。原来是你教他的呀。岳飞有母亲罩着，自然不用学这些。不过他缠着我问，我又不忍心不告诉他。好了好了，知道你们恩爱，别一次次的在我面前秀了。哎，对了，我让你办的事情，你办得如何了？放心吧，母亲，我已经安排了人盯着夏冉冉，等六王爷一出现，瓮中捉鳖。我不是被沈妙真缠到已经死了吗？你没有死，是本王救了你。你是？本王乃当朝六王爷。六王爷，我听侯爷提起过你，你怎么？本王受奸人所害，如今我落平阳被犬欺呀。不过我已经联系到了旧部，假一时日，定能东山再起。你为何要救我？本王沦落至此，皆因摄政王裴静宇。听闻他一生最珍爱的女人是他的义妹沈妙真。本王想要你带路潜入侯府，挟持沈妙真。你要挟持沈妙真？怎么，不愿意？愿意。妾身恨他入骨，恨不得亲手杀了他。这有何难？等我杀了裴静宇，沈妙真由你处置。一言为定。王爷，请。你说的密道就是这狗洞？妾身还怕这狗洞被人堵上了。六王爷袭人天相，定能凯旋而归。哎，王爷啊，这边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？你确定这是沈妙真的院子？我从小便在这里走动，错不了。
我再信你这一次。走。六王爷，到了。这就是沈妙真的房间，这个时间想必是已经睡下了。走。嘘。人呢？中埋伏了！小贱人，出卖我！我没有，还没有。六王爷久违了，你过来我就杀了他！杀！六王爷可千万别留活口，正好帮我解决了这个麻烦。六王爷，你都听到了，他没有杀我，我跟他们不是一伙的，我没有出卖你。哼，别以为你说这样的话我就能饶了你。六王爷，我跟他们没有关系。你忘了，我曾模仿沈妙真的鼻息，助你陷害摄政王谋反，我怎么可能跟他们是一伙的？夏冉冉，你终于承认，夏冉冉，我待你不薄，你竟为了攀附权贵，不惜害我义兄，害死我，你还是人吗？都是侯爷逼我的。夫人，你救救我吧！只要你救我这一次，我保证我以后都听您的。救你？我如果救了你，就是和你身后的六王爷为敌，你可想好了？六王爷，求求你了，放了我吧！放了你？你想得美！海静宇，你放我走，要不然我杀了他！夫人，你快求求摄政王，他不是你的义兄吗？快放了六王爷吧！妙真，由你来决定。夏冉冉，那我就给你最后一次机会。夫人，我一定洗心革面，绝不辜负你。义兄，放了他。都退下。六王爷，我知道沈妙真的弱点，只要您带我走，我一定助您杀了他们。真的？我与沈妙真不共戴天。好，那我就带你走啊！退后！像你这样言而无信、两面三刀之人，如何让我信任你？海静宇，你给我等着！你们，摄政王，我求求你，饶了我这次啊！饶我一次。舅舅、母亲，我先押六王爷回刑部复命。去吧。侯母，侯母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夏冉冉真的死了？多行不义必自毙，我给过他机会了。恶有恶报，善亦有善报。侯母才是我最大的福报。